敬请收看台视新8点档《梦乡》。你是会有影讲话翻车呢？你详细想看卖咧，我一箍人呢，你有囝呢，你若互掠去，恁囝要安怎？啊，你著看袂着遐呢，你嘛替恁囝留仔想看卖咧哈，你莫空空呢。好啦好啦，我看安尼啦，你先转去顾恁囝，啊若后暝转来我才拍电报互你，你甲赶紧起来，吼，紧转来紧转来。你搁要怪我转去，我无。我一当时啊想要搁拐你转去啦，啊无你详细想看卖，迄个四栋虽然听到你的声，也毋过伊无看到你的人啊。啊你800年啊，甲伊无相交叉吧啦。啊你人搁住咧台南，你若莫互看到，伊就是做仙，伊嘛想来教讲是你，对毋对？啊伊若想来教讲是你，伊就袂想伊过我，对毋对？所以你若是有惊讲会去牵拖着我，你赶紧转去，咱两个拢平安无代志 ，OK？ 不过我这转来是要找阿梅的。到兜就还未看到伊呢。哎呦，我呢有罪讲啊无烂，你哪还听无啊？你着转去，啊阿梅若转来吼，我随甲你通知，你赶紧起来介绍人安就好。就这样，小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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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爸爸姐，爸爸姐，小姐，爸爸姐，小姐，你冷静一点，你冷静一点啊！你脑部受到撞击，肾气可能受伤了，我们暂时失明而已嘛。你是？我姓陈，我是个老师。2天前的夜里，我在路边发现你受伤，把你救回家。小姐，我的姐，不是，你要躺好啊！你现在身体很虚弱，而且你受伤了，小姐，你赶快躺好啊！真是要拜托你了，你找我等你，姐，我的姐，我拜托你找我等你了。我带你去。这你放心啦，
未来转来吼，我先敲电话给伊啦，吼。啊，你来甲家己的哪里看？你若对遮来吼，就入来缀一个呢。好，嘿啦，吼，我来走啊。好啦，啊，你着看我行咧。哪行啦嘿？啊，你火车头整了真多，啊，较细致的咯嘿。安尼6年来2摆，2届拢无见到面，车想也无缘啦。啊，就是安尼，因两个敢若袂输牛三平甲祝英台，咱上6年上袂着。啊，你无参像我参马青啊啦，逐工咧相对上，想要公休一工啊，都无法度。嘿，你这种查甫人，有好佫唔知欠，人伊咧对你遮尔好，你佫踮咧拍拉梁，嘿啦吼，青仔若知影哦，你著批着变较红的你啊。都有影就对，伊在场我嘛安尼讲。好，你甲我出一支嘴，到时阵啊，我再甲青仔讲，你著互恁青仔讲。你不重要。放下，你做你弟亲袂要紧，非得我知影，甲我看报的人一定是你啦。细动嘞，拜托的吼，这嘛是中华民国嘞，你讲道理的呢。你若要讲你啊，你嘛爱有证据呢。我身躯的伤就是证据啦。凉嘞，无伫的啦。无滴。赶快敲。是。你在那球上，你们干唐大人呐，好啦，我老实甲你讲啦，你身躯的伤我拍的啦，前面这点仔就无关系啦。你承认啦吼？另外迄人啥？哪有啦，就我尔啦。我甲我假笑，开嘴甲我警告迄个啦。就我啊。咁我是讲你。报早顶，拢找无？你讲嘛无，都无物件要吃啥？不要紧，等我转来，我自然有法度叫你讲。出走！熊啊！你家己安讲啦，这款人哦，上好是莫用啦，若无会有麻烦啦。你家己才咧有麻烦啦！我真係好笑啊嘿！但阮人又搁无伫个，咱无代无志上一空啊，你不甲一空较红的，看要怎处理就好。钱啊，转来我是要哪样，我甲伊讲啦。我记啊，钱啊，快点，大金某，迄上啊吼，叫迄唔食人哦，迄动啊掠去啊！你啥人要掠伊啦？就迄唔食人哦，迄讲啥物咧阿上啊，甲砍布袋啊，就唔放伊煞啦。原来阿上真正去甲人砍布袋哦！嘿啦，知啊！这边处理就好了。胡苏小姐，我就问一下，阿梅有伫无？伊无伫呢，那咧老医师咧？伊互调查局的人掠走啊。阿雄，阿梅，你倒来哦！哎呦，这几工你是走去倒位啊啦？阿梅，你目睭是安怎啦？阿梅，这，阿梅，你目睭看无？我迄天为阿庆因兜出来的时阵，伊咧死都用车甲我弄一个，我真目睭无看。有可是伊哦，伊真正是一个八糟老头，无血无目屎啦你！这个姓唐的真可恶。你想啊？是啦，迄天无，甲再有伊是陈老师，迄天甲再有伊甲我救，若无我命早就无去。哟，陈老师，谢谢啦吼。阿梅，你知影无？阿雄甲老医师，嘛去互迄个细洞给掠去啊！你讲啥？上课甲老师拢有掠去。伊是凭啥物要先掠因？你就讲老医师走衰啦，阮阿雄是因为甲拍啦。害啊咧！我有掠去无？无啦，你免紧张啦。海啊，伊转去啊啦。阿妹。是
不是因为我上在叫掠去，也毋是因为我上我根本就袂去熟悉迄世道。阿妹，你唔当安尼讲啊！咱熟识都是有缘，有缘才会当做好朋友哦。你当安尼，代志已经到这，咱绝对哦，袂当互迄个卑鄙的小人占领烫手啦！我感觉小丽所发生这款代志，绝对是个阴谋啦！你上我要出鬼去啦，互迄个细动的当作你已经死去啊！吼！对啦，呀，你看你即马安尼啊，迄个细动的春班就是要互你死的啊！所以你先立起来，其他才来拍算，好无？好，陈老师哦，我甲你拜托一下好无？阮阿妹哦，是毋是会当先暂时避伫你遐啊？袂使啦。上个老医师拢叫你啊，我怎会使讲避开就避开？阿妹呀，避起来才搁讲啦，安尼较安全啦。陈老师，可不可以啊？没有问题了。好啦，就安尼决定啊啦。阿妹呀，你看你的衫拢是货，我先带你去换衫啦。啊，等下哦，我再看几领衫，互你扎去吼。我魂的，我有要安怎？啊？教训你放心啦，我一定好好甲照顾你，吼。行。谢谢。小心一点。说，另外那个人是谁？我毋是甲你讲过万百遍，啊，你是我拍的啊，有话嘛是我讲的。死到临头你还嘴硬，我告诉你，你要是惹毛了我，啊，恁这调查局的什么卡潲吼，稳固的落架，栽的啦。然后恁抓入来哦，恁若无甲我调甲真凄惨哦，恁是袂放我煞。啊，没我甲你讲，把你耍，拜托，等下，妈，唔通啊，姑父来抓你。苏家你毋是真唱秋，即马变孙仔。啊，无你安尼一拳头拢起我来，啊，我甲遮食到遮粗重，我无做一个孤仔囝，我无要恁拍死我。拜托，做嘴大的，我有茶通来啉，拜托。好啦，给你喝一点水啊。多谢哦。凶啊！辣椒水啊，管！辣椒水是为你准备的。哦。说不说你？干嘛？照这样不就得了吗？何必要受那么多苦嘞？说啊，另外那个人是谁？像阿爸。爸。喂，乖囝。说不说你？我跟你讲啦，我即马了吃春班的啦，打到即摆我无安全要出去啊。我囡仔，做你来啦！看你要甲管偌济哦，看你要跑死都无要紧啊！你若要叫我处个朋友哦，我跟你讲，佮卡呸，做袂到。来气我来！嗷！有死的！嗷！
无电。啊！哎呀，是。来，红姨，较济啦，来，你有哪无？哦。阿芬。阿公，你目睭是安怎？阿哥就是无爽快，暂时无看。你有要紧无？阿哥无要紧，阿芬。阿哥甲你讲，阿哥可能暂时离开厝的这段时间。你要去倒？陈老师要带阿哥去看目睭。对啦，啊对，你阿哥的目睭哦，爱去互医生看，安尼才会好啦。嘿，安尼讲对无？是啊。哦对，我问啊，伊就是陈老师啦，甲陈老师问好。陈老师，雅云真乖。那阿哥无伫的时阵，你乖乖有听到无？阿哥无法度照顾你，你家己爱乖乖有听到无？阿金也无伫的时阵，下暗时啊，你家一个，你着爱勇敢，唔通惊，听无？我知啦。阿妹啊，阿妹啊，时间差不多啊啦，好走啊啦。乖，有听到无？阿哥，阿文，啊，啥什么代志？上我用的贴，你讲，我乖，对你保庇我平安大海，真正你看袂到，你乖咧，等你把最好，甲希望。陈老师，你一定要照顾阿哥。我会的，我一定会的，雅云。阿海啊，阿妹咧，你无甲伊带转来哦？伊敢若无想要见我。伊讲哦，伊若要想要见我，伊就来找我。结果过了约定的时间了后，伊煞一直拢无出现。阿海啊，但是我袂要紧，为伫遐侪年来，我嘛是安尼过。无的确哦，这无见面颠倒是好代。阿海啊，你哪会当安尼讲啦？阿 Q 啊，你毋知影，我感觉这代志安尼拖掉了，无的确会较好呢。因为迄代志若讲明的时阵，迄是足残忍的呢。虽然阿妹这几年来无住伫厝的，啊，毋过至少名义上，伊妈阁是我的某，妈阁是立身的老母啊。虽然有即个名义，就有一份愿望。啊，我嘛毋知影讲这愿望当时会实现，啊，也是讲永远拢袂实现。但是我袂要紧，有装备无好啊。阿爸，你倒来啊！我这刚刚无伫的，你有乖无？有啊。啊，有听叫伊的话无？有啊。啊，公公啥啊？哈？真好啊！漂亮，老师甲我拍食爽呢。安尼？你看，哦，写个真好哦。搞死囡仔咧，哈？袂歹哦，啊，继续保持哈。我知影啦。一嘴感情飞，水过的人上坦白，为什么？
阿梅到底是伫咧想啥物？我唔知啊。嗨啊！啊，你家己即马有啥物想法无？啊，迄个上顾伊是有讲啦，伊若有看到阿梅吼，伊随时就会甲我联络。靠时才讲啦。立生啊！立生啊！立生啊！阿妈咧甲你叫，你无听啊？过来。阿妈，啥物代志？立生，啊，你永远莫转去啦，从我带遮甲进门做伙困吼。啊？甲进门做伴，好无？阿妈咧甲你讲话，你哪毋应一声？这啥这啦？你也毋是查某囡仔咧，遐尼黏呢。阿母啊，无安尼就直接困啊。阿爸，安怎啦？直接困就直接困咧。好啦。立生啊，你甲进门同齐洗身躯无哈？我唔洗啦，我等下才洗就好啊。立生啊，立生啊，你老实甲阿嬷讲，以后你若爸要叫你留喺遮困的时阵，阿嬷看有哦，你当阵敢若无啥爱呢，是安怎？立生，你甲阿嬷讲无要紧，你惊啥啊？我惊阿妈啦。你惊我？是安怎呀？大家看到阿妈，你用目头角角，拢无啥爱笑。是。以前恁亲生阿母倒来阿嬷的厝的时阵，伊嘛是足惊我的，连你也同款。恁阿爸甲其他的人，因若咧甲我讲话的时阵，大家拢安尼惊惊，啊无啥敢甲我讲算笑。原来是因为我。我是这么可怕。玉梅，吃饭了。玉梅，吃饭了。吃饭摆在这里啊。我今天做了3样菜 ，A 菜菜脯蛋，还有豆豉鱼。我不太会做菜，不晓得合不合你的胃口。你知影我食这菜？我在伫阮高兴的时阵，我定做这个菜，这个菜是我上爱食。这3样菜很普通。你和我同样是从乡下来的，我小时候也常吃这些菜啊，只是巧合而已啊。你以前做些啥？你是倒位人？我老家在大陆，我在基隆长大的。你该不会也是基隆人吧？我不是啦，我是台南人。我
就说嘛。好啦，不要胡思乱想。来，这些菜啊，你多吃一点。菜我帮你夹到碗里面了。如果你还想吃什么，跟我讲，哦，我再帮你夹，好吗？多谢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不要紧，不要紧，我再去帮你换一个碗哦。我敢是一个女人艰苦，行路爱人吵，食菜的人饿。我食一碗饭都食袂好势，可我这阵朋友我拖累着，我不知影我这个世界有什么路用。玉梅，你不要这样子想了。我说过，你的眼睛只是暂时的失明，只要尽快的治疗，你脑中的血块就会消失，这样子你就可以看得见了。你免安慰我，我嘛是一个护士，我知影我的目睭可能无法。玉梅，我不是安慰你，你的眼睛真的还有希望。陈老师，我不知要安怎说多谢才好。我甲你无识无识，伫我斗相共这两世，我不知要安怎报答你才好。好了，我不要跟你争辩这些。来，你呀，吃饱了以后早点睡觉。我明天带你去一个地方哈。你带我去病院上，你不带我去病院哦，你若带我去病院，你会叫我头累着哦。不是医院，我保证那个地方绝对安全。嗯。其实，我感觉我即马，敢若定定仔物件上安全。不怎讲，我即马连日时暗时拢分袂清楚。我去什么所在，有什么场合？这也路很平，而且也没有车子，你可以放心的走。小心，你的前面有一块石头，你只要把脚抬起来，就可以跨过去了。可以继续的走。今天的天气真不错。你闻得出来是什么味道吗？好像莲花的味道。玉美，你好厉害！
有听神在叫，还佫有火香呢，还佫有这个空气。陈老师，咱今日咧床骹吼，玉梅，你说对了。云诶，陈老师，你有看到云无？今天的云融于蓝天之中，若隐若现，好像海。什么？日头光照着海面，海面静丝丝，海风也吹来，雨浪一波一波，点点啊来，点点啊走。你是说你故乡的那一片海？就像我离开故乡一样。我从捌都看到伊故乡的大海，所以我常常抬头看地方，看着地方，就敢若看到我故乡的大海，我故乡的心啊。安尼，我的心情。才好都平静了。不过，恐惊以后，我连白云都看袂到。不会的，玉梅。像你这么好的人，老天爷是不会这样子对你的。我一定会想办法把你的眼睛给治好。玉梅，陈老师，你是要带我去倒位啊？你跟我走就是了。放心的走，小心！有蚂蚁从你脚底下爬过去，我怕你会踩到它们。前面路很平，你放心走。曾大嫂，你在家吗？陈老师，你是叫倒一个曾大嫂？我听阿青说你在台北乡下有一个朋友叫阿青，所以我特地带你来看他们。袂用的啦，我袂让伊看到。玉梅，你总不能老是躲在家里吧？我袂让伊看到我安尼啦，我这样目睭无看。玉梅，阿梅，没有关系。嫂，阿梅，我毋是拜托你，拜托你莫搁再来阮兜啊！到底是安怎啦哈？曾大嫂，我特地带玉梅来看你们母子。玉梅，阿梅，玉梅，阿梅，阿梅，曾大嫂，你的目睭是安怎？我们先进去再说吧。车用的。谢谢你，曾大嫂。请问这个先生，你是？我姓陈，我是个小学老师。陈先生哦，咱敢捌见过面？若无，我哪会感觉你足面熟面熟？大概是我在这附近的小学上课，说不定我们还在路上碰过面呢。玉梅，喝水。阿梅啊，等你好好啊，无代志，哪会突然间变我安尼啦？是啊，无啥代志啦，我就发生一点仔意外尔。
玉梅是被调查局里面一个姓唐的开车在这附近撞倒了，脑部受到撞击，才导致暂时失明。你家附近，我家拄好了。其实不是巧合啊，甄大嫂，那个姓陈老师啊，莫搁讲啊，我昨天也没带我回来啊。是啊，好，是啊，歹势，我等下再来看你，我想要等下休息。袂喊袂，你甲我讲好清楚，这件代志是毋是甲我囝有关呢？啊，你讲话啊，阿妹，陈老师，你一定知影，你讲，你老实甲我讲。姓唐的不准玉梅跟你们来往，玉梅不肯，姓唐的气不过，就想要开车把玉梅给撞死。真正是为着阮某囝，阿妹，是阮某囝甲你害的。老师啊，代志毋是安尼啦，只是陈老师咧摇安尼啊，毋是安尼啦。是啊，迄调查局吼，伊要找人是我啦，假使讲吼，我平常莫来，你就袂有麻烦啦。是啊，我以后可能袂当过来看你，我定要照顾家己。阿妹，你讲这是啥物话哈？代志是阮某囝害，阮哪会用无要插你咧？啊？阿妹，你莫甲我讲过，你讲咱拢是兄弟姐，而且你即摆目睭搁看，伫咧台北搁无亲无情。阿妹，你予我甲英聪做你的亲人，甲你照顾，好无？是，是，阿妹。你在客厅坐一下。哎，沙发小心一点。多谢你哈。有什么好谢的？只不过带你去见一个朋友而已啊。无喏，伊毋是敢一个普通朋友尔尔。较早调查局的人吼，不管伊安怎甲我威胁，我就是要照顾因母仔囝，因为我袂使放弃。我若放弃，就敢袂说放弃阮阿兄的信念共款。你哥哥？是啊，阮阿兄甲阿庆的翁，就是为着理想，才会失去性命。虽然大家拢笑因戆，笑因自私，也毋过，我从来都无感觉讲，因的想法是错误的。阮阿兄死了后，我搁较坚强，要去追随伊的脚步，我要去完成阮阿兄无法度完成的理想。玉梅，你为什么跟我说这些？我感觉你甲阮阿兄足共。陈老师，歹势吼，你莫误会呢，我无啥物意思。我是吼，我最近定咧想讲，其实阮阿兄根本就无死。我想讲，假使伊若无死，会安怎做？我若拄仔咧想，我就愈有信心，我就愈会当找到新的方向、新的力量。较早阮阿兄伫，伊会载我做目睭，带我去看一个新的世界。伊已经过身去了，我目睭阁无看，我真正毋知影，我后边要安怎？相信我，玉梅，我能够体会你的心情。我也曾经尝过什么叫走投无路。陈老师，所以你才会带伊看阿庆对吗？我不知道你们之间发生什么事，但是阿青因为你的付出，终于站起来。
所以玉梅，你并不是真的没有用。不管环境多恶劣，人跟人之间互相照顾、互相帮忙，就像一盏灯一样。虽然没有办法照亮整个黑暗，但是永远不会熄灭。玉梅，你要把这种温暖继续传下去，我相信你可以。只要你不要忘记你故乡那一片甘蔗园。你才咁讲的代志，你是啥？你冷静一点。你是啥？你冷静一点，我听阿青说的啦。他跟我说过你跟你哥哥的事。上次你跟我讲的那样，你跟我讲，你到底是啥？大概是你太思念你哥哥了啦。潘生，我先过激动。不过，你真的跟我那兄足同。你我想到我那兄，包括什么？你我感觉我目睭还阁看会到。我不懂你的意思。今日要去阿庆因兜的路上，是你我感觉，我阁闻会到、看会到的感觉，是你我重新看到这个世界，就敢若亲像我那兄予我的感觉。我伫咧8岁的时阵，我就失去原来的故乡，是阮那兄，我一个新的故乡。玉梅，就算为了你哥哥，你更应该振作起来。从今仔开始，我要振作起来，我一定要振作起来。陈老师，假如讲阮阿兄若无死，你哦，一定甲伊做足好的朋友。也许吧，只不过现在讲这些都太迟了。很多时候，人是斗不过命运的安排，对不对？是倒一位头家啊，遮尔啊甲我阿青捧场啦，硬要点我坐台，来，我敬大家哈。点你名的是我。你来遮是要创啥？我真无简单，再来就两个烦恼，当然爱来你遮庆祝一下。真歹势，你的台啊，我无爱坐。袂要紧，你今仔日唔坐，明仔载我会搁再来。明仔载你若是无闲，我后日会搁再甲你捧场。非得啦，我一定爱你陪我啉酒啦。阮甲你也无冤无仇啊，你是安怎唔肯放过我们哈？天地良心啊！我真是可怜你，你老公都要去吃牢饭，丢下你一个人孤苦伶仃的，叫我怎么忍心呢？以后我逐天来甲你交关啦，嘛算做是替恁翁来照顾你呀。我听你放屁啦！我讲我互人死头路，嘛不爱坐你的台啦！哎呀，莫加声啦，来啦，啉啦，来坐啦你。是啊你，放开啊你！是打我！你再敢打你！泼我酒，下个！打呢！
是安怎？把你气喘喘，是你气安怎样啦？啊是安怎？啊我先说，哎呦，阿姊啊，你若像我拍开，整坏坏，是安怎样啦？谁甲你拍哈？啊，就迄个姓董的啦。哎呦，伊去酒店哦，找我麻烦啦。伊甲我糟蹋还阁无够，阁糟蹋阿雄呢。我气一个，我都改相拍啦。哎呦，你嘛唔通安尼，查某人哪会甲人相拍啦？我哪会唔敢？哎呦，你讲甲安尼侥幸哦。这外伤袂要紧啦。我即摆上要紧的是我着内伤啦。我互伊害甲连头路拢无去啊啦。你头家甲你洗头路哦？毋是啦，我伫遐做几啊年啊，头家嘛歹势甲我洗头路啊。迄个细动的，一直叫头家哦，逼我甲伊回死嘞，我死都唔肯啊。就唔通。所以哦，我也无想要互头家歹做人啊，我都家己洗头路啊啦。是讲若安尼，你以后要安怎？我若是一个人，我就准拄煞啦。即马阁有一个雅文爱照顾，我真正是。你毋咧加烦恼，你毋通袂记呢咧。这英雄大女侠是阮翁仔某开的呢。你阵啊踮咧我遮，甲我斗做工课，我互你靠，我毋相信我细动有我啥物办法。杨嫂啊，歹势啦，阁互你添麻烦啦。你三办哦，嫂啊，互你靠，你免惊，来我遮做实体。雅文啊，你来食早起，还无袂赴啊吼？啊！陈老师。雅云。陈老师，食饭啦吼。坐啦。陈老师，坐啊。哦。阿妹安怎啊哈？他很挂念你们，要我来看你们。哟，好好。你的嘴角怎么了？哎，啊，不是迄个，是迄个小唐啦，去我店甲我找麻烦，我甲伊相拍，害我即摆连头路都无啊。阿姐，这些钱你留着用。切，不喏，我怎么可以拿你的钱呢？嘿，这不是我的钱啦，这是玉梅的。阿梅啊，你哪有这样多钱？大概是他平常存的吧。他要我一定要拿给你们，就算是为了雅云吧。那你一定要替我甲你说多谢哦。阿庆，还有一件事情我想要麻烦你，你能不能跑一趟刘医师的医院，跟玉梅的同事要一点含甘油点滴给我？什么油？甘油。你跟那些护士说，他们就知道了。我的医生朋友告诉我，含甘油点滴可以降脑压，可以帮助人体吸收脑中的血块。你讲安尼一大堆，什么血块，什么脑压，我有听没有懂呢？你的意思是讲，就是阿梅要把就希望都丢爱哦？没有错，一切如果顺利的话，玉梅不用开刀就可以看得见了。无错呀，唔敢是我，任何人都看得出来，你对阿梅用情真深。其实我早就知影，你伫阿梅身边，伊永远都无法度害我。我就知影是你这唔正经。刘长，我跟你讲哦，我见过你哦，伊若有啥物三长两短哦，我一定甲你砍布袋、砍一百遍，拢靠你为出你点闪晒。来，叔叔。你怎么了？你嫂，你嫂，你嫂。阿聪，你不是陈老师，你不是陈老师啦！都是我不好。是我，细林，你细林，是，你跟我姓啥？阿妈，你安怎阿妈？我袂用搁再天强啊！阿妹，该通都爱找阮阿妹倒转来。错乱的形影，失去了魂体，无聊的婴仔话，当
是笑亏，冷冷的一首歌，愈唱愈怨嗟。一嘴干一杯，暂时莫搁想遐多，任雨茫茫一切就毋免搁解释。一嘴干一杯，醉过的人上坦白，若是无人要爱的，水倒一个算一个。一嘴干一杯，暂时莫搁想遐多，任雨茫茫一切就毋免搁解释。一嘴干一杯，醉过的人上坦白，规是无人要爱的，只好家己讲一句话。